爱桃园滨定这间病院，除了第一时间来消毒之外，嘛趁昨礼拜休诊来大消毒，每2点钟就来消毒一届。今仔日各类的门诊是正常来看诊，也毋过病院气温也是有淡薄仔紧张。出入的民众全副武装，挂2层的喙罨甲手套，这酒精嘛拢是随身保。医护人员讲，其实这个病院内底一直拢是高度来警戒。 目前防护的装备拢真齐全，医护人员之间嘛拢真注意。另外，这个病院今仔日嘛针对着周围的环境继续来消毒。经过1天的消毒，别院内感染的一间病院，礼拜一会知影门诊照常看，不过人敢若变真少。里面就是寥寥无几啊，没有几个人啊。平常大概8点半，就是整间都满满的。 旁边的停车场，四界拢能找到位，要来看病的人，别拢做好消毒的方法，就惊去摸着病毒。我们就是边消毒啊，然后一下子就喷酒精啊，回来出来医院外面就口罩全部丢掉。我们车上都准备酒精，等一下可能就是全身再消毒一下这样子。对，这是我们能做，大家回去就赶快洗手啊，把衣服换掉这样子。 含伫内底做工课医护人员，等去厝的别拢特别细腻。我们平常也是都穿制服，所以其实都有做更衣的动作。那更衣之后，其实都有消毒。回家之后会先把外衣消毒，然后之后就是换衣服洗澡。对啊。离开病院的这口罩，规身躯喷酒精，才会当放心。病院嘛继续针对环境做消毒，希望会当把感染的可能性降到上低。